看国民党总统初选第3场的政见发表会，因暗伫台北举办，刷来后礼拜一开始要展开1礼拜的电话民调。也毋过已经提出着初选的王金平出面向党中央来发话，讲到惊这个初选会去互民进党操弄，嘛真惊讲这民调做1礼拜遮尔啊久，恐惊有参选人会去互做掉，嘛恐惊当年活跳的事件会阁发生。 各阵营已经出现，或主张退出初选、职工大选，或呼吁停办初选，奇奇怪怪的初选，已出现可以预期的奇奇怪怪的过程跟结果。 无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，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伫初选的民调前开记者会，伊烦恼初选和民进党操作民调方式，甲7天的民调期。 加深参选人的无信任，烦恼讲被做掉，更加直接替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访问的做案例，呼吁党中央赶紧想办法。要提出因应策略，防范至少降低对手阵营意图影响初选的策略公式。4年前，唯一支持洪秀柱到泛制，因见不言，岂能不顺乎？再不作为，结果堪虑。 就惊讲，佫发生一摆换跳的事件，正当的公道伯王金平出面向中央的话，即马韩国瑜、郭台铭双雄相争，王金平伫民调前要甲2个人开直播，准备要助攻。不止找这2位啊，我找了周锡伟，他也是参选人啊。那其他呢还没有联系，直播从来不谈政治。朱立伦是要等到选后再去拜访。那王院长是我敬重的这个前辈。 那王院长，我也希望在初选结束之后再去拜会。党内初选要进入关键的时刻啊，选情真紧张，什么人有法度赢，恐惊要言之过早。